使命必達，呢啲就係啱啱門店收到寄嚟俾我哋嘅回收手機啦。收完啲手機翻嚟之後咧，通常我哋公司會進行第二次質檢嘅，通常會交俾同事啦。同事已經喺度質檢緊上一批嘅，每日都嚟幾批嘅手機啦。佢就會激活啦，透過我哋嘅系統啦、後台啦，對應翻個客喺個門店嗰陣時揀嗰啲情況，即係例如個外觀係點樣㗎，有冇爆或者故障機啊？咁翻到嚟之後咧，同事就進一步檢測。檢測完咗之後，個報告同翻門店嗰陣時落單嘅報告係咪一樣？如果一樣的話咧，就會打款俾個客，轉賬俾個客。記唔記得大家有冇睇我上一條視頻有講過？喺門店嗰陣時咧，個客需要掃嗰個 QR code，要填一啲嘅銀行資料嘅。當同事檢測完咗冇問題啦，咁就會交俾財務部，即係我哋個日本嘅會計，然後佢就安排呢個嘅轉錢俾個客啦。通常3至5日個客就會收到錢噶啦。如果話質檢唔一樣嘅話咧，咁我哋會有另一個部門嘅同事會聯絡翻個客，會問翻佢新嘅質檢嘅價錢你接唔接受？如果你接受嘅話，我哋就會安排翻俾財務部嗰邊打錢。如果佢話唔接受嘅，我哋係會直接寄翻俾個客嘅。